失传的爸母话，押韵无地找，文录音数验得，大头话。这篇文章的尾段有我唱的摇囡仔歌，建议看这篇文章的时，或若看文章，或若听录音档案的歌谣。想起早前庄脚单纯的生活，平静安详，袂虚华，新鲜的空气，甘甜的水泉，恬静无啥物杂音，田里水鸡的叫声咕咕咕。四周围的农作物，就是庄脚人生活重要的倚靠甲仰望。回想囡仔时代，是大人摇囡仔的方式，晏下困，晏下困，晏仔一暝大一寸，晏仔点点困，晏仔困醒大一寸，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晏仔一年大一笑。安尼经过无偌久的时间。摇婴仔声愈来愈细，一直到无声无息，恬静无声。婴仔困去啊，大人嘛在拄久。父母的话是文化的根，深深对应有感情的语言，就毋通看轻家己父母的话。啊若无长单语言文化长根，感情生疏，亲情淡薄，咱的精神文化只有世界刀刻受尽沧桑的苦楚。想起细汉的时，隔壁的阿婆连这两三字都写袂出来的长辈，在生的时定定用押韵的话来勉励逝世。若是囡仔无张持跋倒，伊会讲跋一倒捡着金鸡母，跋一链长。跋一链长，身躯全涂粉，以后行会准。切着骹趺，爬起来家己扶。对后辈嘛会讲一寡祝福甲警醒的话，互人食到野，以后会好野。对人无好意，以后出代志。对士大人友好，名声传透透；对士大人不好，歹名声传逐口走。收烂是早前民间的风俗，即摆已经失传啦。以前婴仔出世满4个月，亲人会准备一寡饼，用线卷起来，一竿一竿挂伫婴仔的颔棍，抱去厝边隔壁，互人斗闹热。顺续请食饼，希望婴仔紧大汉，袂流烂，袂阁流烂。上时夜暗时食饼的对方，爱讲一寡结调的话。每食一块饼，就爱讲一句好话，这是风俗习惯。老阿婆仔摕一块饼，就会顺嘴讲好话，喙烂收利利。明年招小弟，喙烂收空空，将来嫁好翁；喙烂吞腹肚，将来娶好某；喙烂吞落去，全家大福气；喙烂吞落腹，聪明好头壳；喙烂吞落后，以后有出头。饼一大罐，小弟小妹一担来做伴。饼甜甜甜，阿婆仔做你好厝边。安尼阿婆仔连续摕几若块饼，伊家己食，嘛分互孙仔食。台湾社会进前的押韵口语真普遍，无论是士绅，也是青面牛，加减拢会讲一寡俗言语，也是家己创作的押韵口语。这和早前民间语言启蒙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早前台语启蒙教育是囡仔出世就开始，毋管婴仔是毋是听有，会晓讲也是袂晓讲，摇婴仔调，无时无阵拢会使用。即马我要来唱互恁听，摇啊摇。
烧啊烧，困，烧，困，困，狗大圆滚滚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囝去落山。好囝金金看，囝是我心肝，拢是一样囝。若有两样情，查某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。摇啊摇，阿公啊去挽桥，挽偌济。挽一布地，也好食，也好卖，也好互俺孙做渡济。摇啊摇，烧啊烧，鸡仔生卵还袂扣，阿母摇，阿母烧，婴仔乖脚烧烧烧。点点好困，莫哀叫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行过桥，桥一条桥，无钱通坐轿。双脚步练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阿爸去远赶紧招。今朝一杯一杯歌，早起加钱买钱买衣轿，乖婴仔摇啊摇。传统的婴仔摇婴仔歌，毋若有歌词，会诗词的气味，对养婴仔来讲，是大人已经甲诗词押韵的规律印伫后一代的头壳内，放一粒滋味细的诗词在发芽哺育，这就是正讲祖传的白语话押韵精致。咱若有心韵韵仔来，通炭甲疼惜，咱的台语就会发枝生叶，开花结籽。